大家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新闻定来提醒大家，爱遵守交通规则，才免为违反法律规定，互警察开罚单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律，读老母律第8条。这个律本身就有法的意思，咱讲法律。另外，泛看来讲，嘛有规则的意思，像古早做事的规则，咱讲是事律；也有教导爱遵守的规则，咱讲是戒律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律令，这律令就是有法律的意思，其中会当讲是法律、法令，嘛会当讲是大家较唔知影。律令嘛是规仔名，这款规仔因为走真紧、真高走，咱常常伫咧古装戏内底听到西讲念咒语，讲是急急如律令，意思就是讲法律时速的速度，亲像是律令这款规仔遮尔啊紧。第二个词读做律法，嘛是法律、律令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俗语咧讲，国有正法，民有私约，意思是叫大家爱遵守律令的规定，才袂因为违反律法接受国家制裁甲处罚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律第8条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